T-Pass 通勤月票已经有70万人咧使用，每年要推动 T-Pass 2.0。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未来会有一个接用人客的方案，就是各一种交通工具无限定共一个生活区，就会当变做下区域来使用。旅客坐国道客运袂少时，坐运转坐客运的通勤族拢用 T-Pass 月票，毋过也人只坐一种车，也毋是每一种坐，这人未来都希望适用 T-Pass 2.0的上客优惠。每天15块左右而已啊，就公车这样而已。可是如果有常客方案，就会考虑。对。如果没那么长大的话，应该会选回馈的吧。T-Pass 2.0明年1月对外公布，交通部长陈世凯透露上新规划方案，除了原来跨运区定期票继续新增加上客方案，锁定一种车，业者一定的次数优惠，先上网络登录，无限港这生活区，那这车用优惠，也可能增加优惠。我们大概会跟行政院这边来商讨了哈，或许是就直接就会变成公务预算，因为特别预算没了嘛，哈，那可能就会朝公务预算的方向。那我们是希望可以续行，可是也要看政府的财政状况。交通部希望引进更较侪，毋是每一坐车的民众加用大众运输工具。国土客运业者表示乐观其成，毋过业者面临欠人甲大环境起物价压力，优惠票价甲原票价差价，希望政府吸收。价差的部分，那能够由政府来协助我们补贴。驾驶缺员的情况比较严重那另外还有高速公路不能有立位的一些问题，那这个部分也是需要政府来协助我们。除了票价优惠的部分，就是服务的部分要去做提升，也就是说班次要更密集，或是服务的覆盖率。学者认为应该定期分析 T-Pass 使用民众坐车的组合，整合优惠是毋是成功？那推出了后，增加更较侪人来坐，也解决运输业的欠工问题，才能提供类型的服务量能。记者综合报道。